谢熊。大家有机会就讲咱出来跳舞的啦。来个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五关拼奖金上最35000，真哥你早登去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这2队的来宾的队长哦，拢跟我有关系。哦，叫队长家己来讲啦，好啦是不是？我的飞龙飞上天，我的队长洪温啊。哎呦，飞上天好晚上哦。阮飞上天啊，阮阁有队员呢。对啊，来介绍你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伟迪，我是一名演员，最近嘛是拢在拍戏。是，欢迎你。欢迎好，搁扫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文，然后我是高雄人，然后我最爱唱歌，我是一网络唱歌，然后我最爱看8点档的，希望今日会当摕到奖金哦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搁扫你去。大家好，我嘛是一个演员，我叫刘祖刊，我嘛咧做帮导的节目，叫做《新装猫犬》，若是有兴趣人去看我演戏安尼。好，欢迎你哦。来，搁扫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基伟，平常是咧主持啊，有活动啊。平常有一家老爸老母拢讲台语，所以做介台语。我感觉台语你若捌，你会使加听到做这物件，加学到做这物件，这就是台语好的所在安尼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阮这边飞上天啦。是。看你边的风的，阮这边是飞龙，你那边是风。阮这边红的是来介绍枪棍，欢迎阮这队阿红枪棍队长张红书，谢谢。大家好，真欢喜，今仔过来啊吼，过来啊我来唔知几啊届哦。你介绍你队员。今仔日这是一家伙啊来，一家伙仔来啊所以哦，专家有智慧，是对不？专家做伙来，无毋对嘛是家己报名的哦。是家己报名的嘛是真爱看咱节目的啦。赞是，来介绍你去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叫王碧君，我在咧台电上班，抢钱无找我，论咧抢电的话，演找阮的公司。有影，热人家。做电的，做电的。无毋对，哎，讲了袂歹呢。对啊。吼，定讲啊，是毋是定讲就你行厝？拢讲台语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来个扫你去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娇娇，我目前是国中的老师。今仔日真欢喜，就是和我的规家厝伙啊做伙来参加专家有智慧。因为阮兜嘛是专家有智慧的忠实观众安尼吼。今仔嘛足欢喜，真正会当和阮队长凤书姐吼做伙来参加这个节目。希望会当摕到奖金，多谢大家。欢迎，老师呢？无毋对，老师应该知影真济哦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个扫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地玉碧阿碧啊。今日足欢喜来参加这专家有智慧。我是这3个囡仔的老母。嘿，是，欢迎阿平妈妈呢。多谢。好，来个扫你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刘宏辉，我是一名警察。伫遮爱提起，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观众朋友，最近诈骗集团足多，是。你若是有讲电话内底有讲到钱，还是爱叫你寄簿仔出去，还是寄领钱卡出去，叫你讲爱甲簿仔的密码，讲出去。这种的拢是诈骗，千万唔通叫便宜，叫伊顺意的话，去甲伊寄出去，你若是有想要迄个报案，就拍卡165还是110，多谢大家。大紧张，哎，讲到这地，看你拍广告咧。来，所以简成预告啦。重点讲者就是讲哦，咱若是讲人有人打电话来，讲你个落啊，你若惊讲，嘿，寄金铺啊啦，无你即马嘿，迄样阵你就惊，你就紧日敲单位的电话。110还是165？哦，这是重点啦，因为即马这吼诈骗的真济，拢会要骗上骗阿公阿嬷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哦。是啊，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，捧场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，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上赞红书甲红温，梁辉红母上好运。哦，两位红母上好运啦！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主竞赛开始。
大家来斗鼓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鼓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鼓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鼓。是的，欢迎大家来斗鼓。咱这回合，我会把迄鼓讲出来，内底乌2字、乌3字，互大家来坑入去。啊，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有3题，三题得到上侪分数，就得到这回合的奖金5000块哦。加油！ 3题5000块，先甲摕起来哦。嗯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细汉上介意安怎？今嘛想起来足怀念的。哦，细汉时阵上介意安怎？哦，今嘛想起来足怀念的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红叔在这边。食串冰啊！哦，来一句。细汉哦，上介意食串冰，即摆想起来嘛，足怀念的。哦，食串冰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哎，搁想。好，来这边。细汉上介意拍干乐，即摆想起来足怀念的。哦，拍干乐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嘿，来我这边。细汉上介意放风吹，即马想起来足怀念。哦，放风吹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哎，细汉哪做的代志真多哦，这边。细汉上介意骑铁马，即摆想起来足怀念。哦，骑铁马足怀念的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嘿，来我这边。细汉上介意拍野球，即马想起来足怀念。哦，拍野球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哦，来。细汉上介意布袋戏，即摆想起来足怀念。哦，布袋戏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哦，细汉真侪代志哦，来这边。细汉上介意摔油刀，即马想起来足怀念。下牛刀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这边。提起一个爱讲较古早味的较古早味的哦，嘿，牛刀是较紧嘛哦。细汉上介意红仔飘，即摆想起来足怀念。哦，红仔飘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加好。好，来古早味的哦。细汉上介意咸酸甜，咸酸甜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正确。好，来这边。细汉上介意灌豆糕，即摆想起来足怀念。灌豆糕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就有台湾味的。哇！哎，细汉上爱米烧炊啦，即摆想起来真怀念啦。嘿，米烧炊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哦，哎，细汉面真济哦。够。细汉上介意爬树啊，即摆想起来足怀念的。哦，爬树啊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厉害哦！哎，愈来愈好哦，不就要爬树啊哦，换恁哦。细汉上介意挽巴拉，即马想起来足怀念的。哦，挽巴拉啦，迄个挽干嘛啦，对不？嘿啊，挽水果啦，水果即马水果拢袂当搁讲挽巴拉哦。挽什么啊？好，来老师挽巴拉对唔对？会使会使。哎，搁加济啊。细汉上介意红番薯，即摆想起来足怀念的。哦，红番薯，老师对唔对？伊讲了就赞的呢。袂使搁烘啊！没来。细汉上介意掠河溜，即摆想起来足怀念的。哦，掠河溜无好掠，河溜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哎，来，来，细汉细汉上细汉上介意爬领导，即摆想起来足怀念。哦，爬领导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，往这边，爬领导哦。我讲一下。哎呀，细汉的时阵上爱那拍烟枪啊，哦，对不？即摆想起来足怀念的。拍烟枪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拍烟枪不是爸爸咧拍的吗？拍烟枪敢无共款，来不要紧，分数。由于这边得了1分哦。哎，两边拢真熬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是安怎袂当，好来。好，咱会感觉讲是打香肠嘛吼，你直接甲打变成拍，吼。啊，毋过咱迄个动作其实是抓珠仔台，
还是碟烟枪。对，所以咱一般较袂用拍，就是食无菜啊，无真正就有古早味的。啊，佮拄则有一个迄个板白啦吼，其实咱这是较无好的行为，因为细汉拢行头板白啦，吼啊，毋过我感觉有当时啊 OK 啦，嘿，咱就是这个所在可能爱注意动词的使用，意思拢知影嘛。更较符合地方。好，来手放好好哦，听我讲手请手答，咱来当试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相亲的时拄到对象安怎，互阮安怎？哦，拄到对象安怎三个，会互阮安怎？搁三个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开亮。相亲的时阵拄到对象赤白白，互阮心惊惊。哦，对象赤白白，互阮心惊惊。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哦，来换你。哎呀，甲相亲的人想的对象哦，真高最红心花开啊！哎呦，真高最心花开啦！老师对唔对？你咧讲家己的款哦。好，来换这边。相亲的时阵拄到对象臭面膜，互阮真艰苦。臭面膜，互阮真艰苦。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正确。相亲臭面膜一棒贵哦。哎呦，相亲的时拄到对象真缘投，互我足欢喜。哦，真缘投，足欢喜的。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哦，袂歹哦。来，相亲时拄到对象，肥卒卒，互我想要走。你想要肥猪猪一看？哇，你足水的啊！我伫海底捞捌拄到你。安尼哦，肥猪猪，互我啥？想要走，肥猪猪想要走。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这边。相亲的时阵哦，拄到对象真大方啦，互阮足介意。哦，真大方，互阮足介意的。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。对了。相亲的时拄到对方真诞生，互我心情歹。哦，真诞生。哦，真诞生，互阮心情歹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我感觉迄边拢惊迄个优雅的迄个做嘿，啊，这边就较对对，较直接。啊，未讲到粗残啊，未讲到粗残啊，肥猪猪一直看我，气死！来，往这边。相亲的时阵拄到对象乌片空，互阮足倒弹的。乌片空啊，足倒弹啦，老师对唔对？你是去互因带歹去？等下换这边会较文啊，较文啊。来，好，拄到对象水当当，互阮足歹势。哦，水当当足歹势，老师对唔对？换因较文啊吼。较文啊。哦，水当当，水当当足歹势。哦，应该有伊的问题哦。来，分数先。恭喜得了1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应该是讲你足介意迄款歹势啦，我知影你要表达的意思。啊，毋过咱有当时啊做句话是拄着水当当，互阮应该是，譬如讲拄则心花开，还是较正面的，安尼配起来较会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加油哦！两边拢足够的呢。白手哦。嘿。即摆老师甲恁弄甲平手啊，就是要互恁拼死我哦。发5000块，到底你做一边哦。加油哦！来手讲好，听讲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我今仔日开始要安怎，袂当搁安怎咧？哦，我今仔日开始要上节目，袂当搁上晚困。哦，要上节目，袂当搁上晚困。我今日开始要啉烧酒啊，袂当搁骑机车。啉烧酒袂当骑机车。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凉风小姐搭水果，5000块会互倒一队提走咧。开始要安怎，啥哩？袂当搁安怎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微凉。我今仔日开始要做乖囝，袂当搁无听话。哦，要做乖囝，
无听话，来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在。嘿，已经来啦，来，好诶，我今日开始要啉烧酒啊，袂当搁骑机车。啉烧酒袂当骑机车。你啊呢？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是会使啦，啊，不过爱啉酒，食酒介唔好。嘿，食酒介唔好。来，我这边威廉。我今仔日开始要减体重，袂当搁食伤济。哦，减体重袂当搁食伤济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健康。嘿，安尼就对啦。好来，这边有体重啊。我今日开始要早起床，袂当搁困过头。哦，早起床困过头，老师对唔对？健康。嘿，真好，来。我今仔日开始要练唱歌，袂当搁啉冰水。哦，练唱歌，啉冰水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会使。嘿，真好，来。我今仔日咯开始要改婚啦，袂当搁食薰啊。哦，改婚要改婚啊，袂当搁食薰啊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哦，来这边。我今仔日开始要上节目，袂当搁上晚困。哦，要上节目，袂当搁伤晚困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较水好。我今仔日开始要转运啊，转运啊，转运啊，袂当搁想袂开。哦，转运啊，袂当搁想袂开，老师对唔对？自我安慰。袂当，会使。老师给个倒酒，来，微表。我今日想要去，我今日开始要做生意，袂当搁。无读册啦。讲白菜，讲白菜，讲白，袂当讲白菜，讲白菜。来，老师做生意讲白菜。袂使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的第二分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来，咱请老师解水哦，来，老师。本地就袂使共骗啦，嘿啦，就是讲虽然做生意，佮爱较老实的，啊，毋过共骗，迄不管你有做生意无做生意拢袂使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毋过咱两边拢较想要真牛啊。实力足强的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实力强嘛是爱看分数。来，先看阮这边辉良的咧。辉良得了1分哦，袂歹袂歹。啊啦，阿峰啊咧。嘛有2分哦。哦，所以第一回合5000块，你对边呢？是咱阿峰这边啦，恭喜得了5000。好，今日第2回合手达订购机。手达订购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达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达订购机。台语望看卖。哎呦，搁这个回合啊！是啊。台语望看卖，内面实在是呜。来，先讲这奖金。哦，咱这回合问5题嘿。5题。分数较悬的迄边的队伍会使得到咱这回合的奖金10万块哦，爱加油哦，10万块哦。分数较悬的就通啊10万块啊。加油哦嘿！来准备好啊！好。啊，看头前哦，看头前哦。 10万块的奖金哦。好好啊，目睭看头前，来台语望看卖，咱请望。哇！小台，比熊的啦，比熊的。来，好诶。好。来，再讲一解。好诶。好诶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好诶？对，健康。来分数。恭喜这边得了1分哦。是，伊这款是好的啦，吼。啊，另外因为伊较细声，咱可能会当甲叫好的啊。好的啊。啊，搁来因为伊就是英语的 boot。 两支就是 boots， 所以迄个就是遐，所以好遐嘛会使。刷了就是因为伊是遐讲，有当时啊，咱迄个好就无讲出来，因为以前的社会，你会当穿遐讲，就是大概就是好遐，吼，所以好遐啊、好遐、好鞋啊，啥物拢会使。好，好，不要紧，第一个尔，咱记得换人。好。 第2位啊哦，我拄啊偷看一下吼，你的目睭嘛咧瞄一下吼。嘿，我这到底嘿，但是我头拄阿姊，我目睭瞄过大来是，伊无事3二妈妈手就要弄入去，足快紧的。妈妈，咱豆豆啊来。免紧张，那阮阿姊会甲你指挥啦。嘿，来，看头前哦。台语望看卖，
声无较温柔一个哦。妈妈起落啊！哦，妈妈来。妈妈起来，妈妈你起来，你知无？哎，啊，你要做什么？你，哎，妈妈，好，妈妈，来，手会使冲出来，手会使冲出来。嘿，哎，妈妈，敢若棉被迄种感觉，棉被，你感觉是棉被哦？棉照被做的棉袄，棉袄，棉照被做的棉袄，棉照被做的，就迄个棉袄啊，棉袄啊，外套，外套迄个棉袄外套。哦，棉袄就对啊啦。敢若牛仔被，嘿，牛仔被。哦，好，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是不是棉仔被？唔是。哎呦，是，应该有一个讲法。对啦，你感觉是啥？无什么，伊算迄种，寒天咧穿的，寒天咧穿的，嘿。真流行啊，这种啦，流行。为日本开始流行啦，什么外套什么材质？羽绒外套。哦，妈妈你等下，我等伊讲一个正确答案出来。好来。羽绒外套。嘿啊，叫我摸吗？叫我摸。叫我摸外套。水哦。摸外套袂歹哦。水。老师叫我摸外套。对，健康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的1分哦。够厉害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以前吼，其实咱的袖啊，也是外套，台语叫做袖啊，所以袂食5日这上破袖唔通绑吼。啊，不过后来就是可能天气变化，所以咱内底会用较厚的物件，啊内底拢铺棉的，吼。啊，不过迄当阵为着甲平常时的外套，因为拄则咧一直讲一个外套，咱佫有一个词叫做袄袜。袄袜，好啊，为着要甲伊无共，所以迄个物件以前叫做风衣，啊内底是拢棉，毋过后来就佫有发明用一寡鸟仔毛，吼，啊就佫学华语名叫做羽绒，所以你的鸟仔毛外套、鸟仔毛风衣，咱是会当接受，也是你要甲直接甲翻译。叫做羽绒衫、羽绒外套，还是羽绒风衣拢会使，嘿，啊，就是迄个鸟仔毛爱出来。不要紧，来，即马是1比1啦哦。哦，来，咱佫继续哦，来换啦。好，第3位啊哦，吼，这吼，你上惊啥？惊贵，惊贵，应该摸袂到。贵伤贵啊，阮请袂来啦。好啦，歹车。这应该是比贵哦。搁较恐怖。溜啊哦。这比贵搁较有性命。你摸的像在说你啦，这说你哦。敢叮当？袂。会叮当啊？那袂。你摸着就会叮当啊。对啊。是，对，啊尽量讲哦，吼啊温柔一个哦。较温柔。好，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准备好啊哦，咱台语帮看卖，请摸。蒙掉！哎呦，什么？我感觉这个物件是铁啊做的，铁啊做的，啊大啊细，细啊，细，所以我头刚刚有看到伊的手，我看到伊的手，我手细啊，是小还是冷？淡薄仔温暖，淡薄仔温暖，袂歹，是，所以讲你答案是江啊。江啊，回文间，回文江，江啊，回文江，老师是问回文江，对，正确。好来，分数。小一点的第2分哦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，来老师。好，就是直接翻译是花纹尖啦，吼，迄个尖爱合臀。另外，因为伊凹来凹去，所以咱感觉若像迄个万字迄个，就是迄个符号无？嘿，万，嘿，所以万字叶。也是迄个翘边尖，因为咱边尖一般是一字的嘛，啊，不过伊翘来翘，弯翘，所以叫做翘边尖。也是会当讲纸叶啊，因为咱正常用咧叶纸，啊，不过即马有迄个长尾夹，有当时嘛是会甲伊讲做纸叶啊，还是叶啊安尼，嘿，啊，所以即个部分会文尖会使。不要紧，咱各有分数，免惊。加油哦！即马2比1咯，啊，搁有哦，好，咱今日换来。
拄则你问我讲，伊即马会叮当，我常常甲你讲，伊即马无叮当，嘛无你喘气。但是恁著莫甲，恁若甲地伤，迄落伊真正会流。会生气哦。系啊。不要紧，试看卖嘛，好不好？较温柔的啦，真正较温柔的，拜托。真正较温柔的，真正我甲恁拜托。这样甲恁拜托，该温柔的。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准备好啊吼！咱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什么？你试落啊？哎。好，看啊！来，停，无，这边啊，你手啊，来。冰冰的，冰的，啊，就软软的，软的，冰冰，当然是水果。哦，水果，哦。토마토。 哦，确定哦。好，确定。来，老师，卡马豆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，分数。可以得了第3分哦。来，咱请老师解释。伊英语 tomato 嘛吼，所以外来语日本外来语咱是叫做 tomato。啊，这是南北拢有咧讲，啊，毋过你若正讲要分南北吼，在台湾北部拢讲伊臭旗啊，吼，因为伊就是中文的西红柿，啊，毋过伊咧发的时，迄叶啊有小可臭香味，所以叫做臭旗啊，吼，旗啊是迄个柿子嘛，啊，毋过若以南部来讲吼，即个有语源，就是伊是马来西亚遐的物件，所以伫金门底下就叫做柑仔店，啊到咱台湾遮伊就叫做柑仔蜜，嘿，啊因为迄个形就是那柑仔圆圆嘛，吼，啊伊内底迄个柑仔蜜汁，吼，跟那蜜共款，所以一般下港咱咧食的时，佫会甲混豆油，啊佫混汤粉，吼，感觉柑仔蜜是一个真好食，会当果子嘛，会当做素果嘛，当可以了主菜。好，谢谢老师，甲阮讲赞你啊，侪种啊，柑仔蜜啦，吼，tomato 啊，这种讲法。嘿，咱即摆讲好，咱袂当边啊，拢袂当讲哦，安尼就无公平哦。来，吼，好，不要紧，恭喜，咱搁加油，加油，来换人。哦，即摆1比3。啊别，吼，2个3，免紧张，豆豆啊来，咱讲一个嘛，对无？即马1个3。哦，嘟嘟啊，我感觉迄题目应该拢较简单哦。足简单的，不过迄个外头较困难淡薄。不过咱即马吼，迄已经学捌过啊嘛，吼。来，咱即马看内面的。这有较特别吗？哎呀，这有较真特别咯，伊叮当哦，大的门行啊，哦，算不大只哦。这边哪讲？哎呦，要讲？足多刺的，足长的。啊，足长的哦，49哦。要开始啊吗？啊，好来，咱咪去看头前。等，伊讲叫我吼，要开始之前爱先甲放开。嘿，我放开。来哦，台语望看麦，目睭看头前，请望。哎呀，厉害！手无，你提起啊啦！迄什么啊？起来，起来！迄真正是叮当的呢。系啊，佫会改哦。啊，麻麻呢？麻哟。电动起面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是毋是电动起面？两边的队长来抢答电动牙刷的台语，爱安怎讲呢？台语望看麦，目睭看头前，请望。哎呦，厉害！手无。飞龙，手无，飞去啊！提起啊啦！迄什么啊？给你吃，哦，来，给你知影就给你吃。什么？好，来，飞龙哥哥。哎，手打提迄真正是叮当的呢。系啊，佫会改哦。啊，麻麻呢？麻哟。嗯。是咧麻倒位的？电动起面。电动起面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。好，老师是毋是电动起面？对，正确。嘿，分数先。摸着迄个摸。又得了1分哦。迄个起咧喙齿嘛，啊面咱一般的动作就是甲安尼用的，吼，所以有下面啊、起面啊，还是讲你甲衫安尼面的，吼，所以起面也是加一个细项面的啊。弱化、甲弱化拢会使，所以电动起面啊拢会使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分数，来，咱先请回。
来先，嘿，先看咱肥良哦。即马得到2分咯。嘿，阿峰呢？哦，即马有3分咯。哦，所以奖金1万伫倒位？是啦，阿峰这队加起来有15000块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这边唔通硬去，咱各有机会通啊拼。好，进来的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就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这个回合吼，其实就是大家爱同齐共心，是吼，因为这个回合无真简单，有答案，3个答案就是 A、B、C，嘿，啊，咱若有把握的时阵，就全部甲对，啊，若无把握的时阵，咱来甲迄风险甲分开。好来，准备好啊哦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米其林指南是介绍台湾美食餐厅的重要指标，啊，除了台北以外，倒一个城市嘛有米其林的餐厅咧 ？A. 桃园 ，B. 高雄 ，C. 宜兰。好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紧来讨论。哦，这位桃园、高雄还是宜兰？为外国来。米其林的哦。嘿，台湾人最爱看的。无唔对哦。哦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了哦。加油加油！4、3、2、1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哦 ，B、C。哦，这边是阿峰这边。啊，这边是 B。哎呦，哦，来，洪哥哥，你选你选 B。我就爱去4个食物件。哦，这你嘛老饕就对了。对，因为我这个小峰咧开讲，我就是因为拍戏的关系哦，咱全台湾4个走。啊，我就爱开车的，所以开车我就会定下 Google 嘛。啊，就是最近定去南部拍戏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就会跳出来讲，最近除了这个咱讲米其林，还有必比登嘛，所以就跳出来讲，高雄最近开始真侪这个米其林评比的餐厅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来选阮宜兰，对。你讲宜兰的物件真好食？我会记得樱桃鸭敢有入去？樱桃啊，哦，迄嘛是有影是米其林的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嘿，这就爱想看卖。对。啊，咱这边，迄肥良就讨厌，伊甲我讲有啦有樱桃啊，啊，毋过迄只拢飞来台北。啊，会飞无到啦。是，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4条命，麻烦你先休困一下，失败。嘿，啊，咱这边来，好，这个米其林哈，其实以前是要防休困哈的所在，所以甲车有关系哈。啊，外国足侪种店哈，啊，毋过到咱台湾是2017年才入来。啊，到拄开始一定是为台北开始，哈，所以迄当阵敢若台北佮台中，到2022年就是5冬后，较有迄个台南佮高雄，哈，啊，即马有即除了餐厅以外，哈，其实咱台南遐嘛足侪喙食点心摊，因拢有迄个打的米其林。嘛是足好食，啊！电视广告内底，咱常常会看到江进成迄个大肚子，吼，啊伊的餐厅嘛是伫个米其林内底名单安尼，所以真赞。啊，因哥哥甲伊拢足缘投的，兄弟啊拢足缘投的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先试一个后一题，咱搁继续哦，唔是安尼结束啊哦。好，来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结婚会选良辰吉日？啊，你敢知影？按照古法旧例，咱人吼是倒一个月结婚会较容易变成半路夫妻？吼，应该爱闪开这个月份呐吼。A 1月 ，B 6月 ，C 9月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到底1月还是6月还是9月？好，来哦，5、
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时间到。哎，你还未啊，文文你还未试？对，好来 B A C C， 吼，来 B， 这风险拢分开啊。啊，这边敢剩一条，较无困难。唔对，是你感觉是数字的问题吗？的确是感觉讲，因为结婚是好事喜事嘛，啊，可能大家拢会，你看咱包括咱包红包，拢会包较香的这个数字啊，啊，结婚来像6月啦、8月啦，应该拢是听起来是一个较好的一个较吉祥一个数字啦。啊，9月就听起来可能是较迄落，所以我的感觉应该是9月。是啊，遮嘛有1月嘛，对吧？吼。对。几位你感觉是？因为大部分人拢讲过年进前爱娶某，啊，所以迄个过年进前是12月，啊，过年是1月，啊，迄个时阵1月到15号拢是期旧咧，就是其实古早拢是过年，所以我想讲，那对过年是15过啊个。15到2到30，到要结婚，我感觉迄个机会较细，所以我就要 A。所以讲这边甲你同款一半，就是敢若较无好，嘿，是毋是？我们是用数学的方式啦，一年的一半就是6月啦，对啊，半路夫妻嘛，一半。是，好来，咱看一个哦，这 A、B、C 即马拢有哦，咱来看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留一条命。咱其实数字内底有阴有阳啦，哈。啊，其实到9月时是极阳之数，其实咱的文化内底是真介意9月。吼，啊，即马袂使袂当嫁出的迄个月份。就是有迄个4月就是讲4嘛，吼，所以一般人较无介意，吼。啊，迄个5既然是要结婚，啊，感觉娶着你是一个错误，还是讲会误我一世人安尼，所以5月就较无人要爱。啊，6月就是半路夫妻，就是讲一半，就是讲娶半年妻安尼。啊，7月搁娶着鬼啊嘛，然后几月搁袂使娶，啊8月嘛袂使，所以4、5、6、7、8，啊8月袂使是因为其实土地公司有2个所在，一个是2月2拜土地。另外一个是8月中秋，8月15，吼，所以因感觉8月15土地公要娶土地婆，啊，毋过土地婆是甲土地公管足严的，所以惊你娶着妻管严，就是惊你娶着即个你嘿 PPT 安尼吼，所以咱一般来讲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较无人咧嫁娶，真正要拼输赢哦！加油！油予伊哦！好，讨论哦！好，来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北的猫空还是马空是真有名啉茶的所在？遐个地号名是安怎来的 ？A. 古早有真侪猫 ；B. 大地主外号叫做阿猫 ；C. 遐个地形猫猫啾啾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嘿。猫空，马空，是遐真侪猫，也是讲地主叫做阿猫，也是讲伊的地形猫啾，安尼啦吼，来，变输赢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来，主看。我之前拍戏的时阵，拍广告时阵，敢若有听过是，敢是 C 啊。是。那个剧本敢是安尼写。好，咱来看一个答案哦。吼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C。恭喜！厉害！这边一条命，这边一条命，白分啊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头起先是爱替这个地名讲一下吼，因为遐唔是叫做鸟空，所以咱的捷运站定定拢落唔对去吼。啊嘛唔是麻，麻是山鸟山麻咧，嘿啊，所以伊叫做鸟空鸟嘿啊，唔好家感觉讲伊是华语的放尿的尿吼。啊，迄个鸟空是啥物意思？咱动作这个物件叫做鸟。吼，譬如讲你食虾啊，爱甲尿，迄个尿酸
刷紧出来吼。啊，啥那会安尼尿咧？因为遐个地形顶悬有迄个溪水，吼无名溪安尼流落来，伊迄个溪底的迄个石啊定度无共。所以用出来了后，就是变做一个湖穴地形。啊，湖穴咱华语叫做乌穴嘛。啊，毋过伊就是安尼一空一空，哪像咱生条啊，迄个怎啊尿一空一空，用遐水甲迄涂骹尿一个一空一空，所以迄个溪床拢是安尼。所以咱在地人，吼，因为我嘛住伫遐，所以咱拢叫做尿空。好，感谢老师。谢谢。会记以后爱念尿空。尿空。好，后来麻烦甲我试一个，后一题。咱真正最后一个变数。嘿，敢若4题尔，即马第4题啊。哇，来啊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两个啊喷喷是形容什么款的情形呢 ？A. 两个人伫咧冤家 ；B. 无几个人 ；C. 特别西装打扮。你感觉是无几个人？刚刚厝内面的是大人有安尼讲过，两个啊喷喷，那喷喷可能是语助词，所以可能是两个啊。哦，两个少的安尼。较无啦。嘿，到底是哪一个感觉的？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一题命输赢，两个喷喷是形容什么情形呢？广告回来，无你知哦。好，来，进入10秒的时间。哦，两个人要冤家啦，两个人喷喷啦，两个人喷喷。嘿，哦，是两个人伫冤家，还是讲无几个人，还是讲特别西装打扮？喷房水哦，无两个啊，无定就是哦。吼，两个啊喷喷哦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，请起答案。记住，刺激！哎呦！哎呦！这是不是那变数呀？那共分就是两边拢摕2万。哦，好，来 B 哦，你感觉是无几个人？刚刚厝内面的是大人有安尼讲过。啊，你咧？我感觉两个啊喷喷，那喷喷可能是语助词，所以可能是两个啊。哦，两个少的安尼。哦，所以喷喷会使划掉。你感觉是无几个人？对啊，喷喷啊。哦，到底是这边的老人讲的，还是讲伊会感觉讲是？少年仔会感觉。喷喷的意思较薄啦。嘿，到底是哪一个感觉的？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真正拢遮熬咩，免安怎啦？是，好来，咱请老师先解释好无？是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咱若照字面来译吼，因为咱的数字其实拢有意思的，所以一般来讲，这个两对相对对，啊，伊其实无像三人若共心，乌头变成金，所以3伊虽然数字嘛无遐济，不过伊代表是足济的意思，哈，所以你两个啊，伊袂讲3个啊喷喷。好，再来是第3字迄个啊，伫咱台语内底是弱化，所以伊袂讲两个，伊讲两个啊。然后喷喷，咱其实这字的音听起来就感觉啊，足凊彩的。好，咱若准讲要转水，就要转好，啊，伊是凊彩喷喷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为这个字面，咱就当要着讲人无济。啊，若无几个啊人，除了讲两个啊喷喷，咱相对的，若准讲足济人，你就会当讲踢倒鸡，还是讲哇几个目睭睭，安尼拢会使落去讲，还是10钱人客，叉，这拢是真好的形容，嘿。以上说明。两边拢有嘛？系啊。因嘛有奖金。对。好，因的奖金是偌济？因为够一条命，所以有2万块。2万块的奖金哦。啊，那咱阿红坐在这边呢？因为嘛是一条命，所以嘛是2万块。2万块。但是跟头前的奖金，塔起嚟就变35000块咯。哦，35000。加油哦！来去摕哦。好，今日咱的俗语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予恁全家炸回去。嘿，
小弟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咯！哦，真正要抢奖金啊啦！今嘛奖金偌济？35000哦，所以讲几秒？拢总35秒。哇，35秒，一秒1000。对。嘿，啊，毋过安尼其实饲的紧张呢，一开始就安尼敢有够？真的。对啊，你背起来30秒好无？对，我给好，所以讲哦，内面就是有咱的迄落啊，台语正字。嘿，好来，我要开始啊哦，好来。摆好来。好来，咱请开始来。囡仔人什么三大会？卡，撑，后面再来卡，唔对，再来卡，撑，哎，卡撑，哦，进啊！来，哎，阿妹，有，刚刚有嘞，有了，刚刚有了，卡撑吗？有。好来，目睭挥挥。有啊，看做什么？来，进卡，再来，行，对。行啦，丢顶，哇，过来，丢顶，好，过来，什么，高兴天，哦，正确，过来，紧行，在哪？紧行，无什么，无好路，唔对，过来，紧行啦，无好步。不要紧，还佫有秒数惊人啦。后来囡仔人尻川三斗火，因为囡仔，尻川是无？对啊。其实以前有一个牛仔裤的品牌啊，伊就是叫做蕉啊，嘿，所以日本品牌。好，所以其实这当就去做联想，哈啊，因为迄个穿吼，像咱尻川，因为迄搭。川流不息，所以尻川是安尼写，所以囡仔人尻川三斗火就是讲因火气旺安尼吼。啊，第二个是目睭花花，当然是老花眼、老花眼目安尼。后边是倒好耍的啦，就是甲张冠李戴，所以指鹿为马，所以不话看这菜瓜，目睭雾雾，白蜡看这莲雾，目睭处处。便所看做好体路，目睭处内裤看做歪啊色子，就是白衬衫，所以真好耍。过来是惊袂着顶，一般是咧鼓励人讲你莫惊，啊无你袂着顶，迄个顶就是第一顶、第二顶、第三顶迄款顶级，吼。啊你若要得冠军，也是要啥，你就是爱较大方的，吼，啊莫论场，吼，啊搁就是爱有准备，吼。过来是第四句是大指搁形体，大指就是讲一般咱的指，吼，会固则内底，若准讲伊可能迄个指筋连条的，所以古早有一个例会去甲囡仔，迄个剪指筋，就是莫互伊感觉指较无遐灵活，遐活灵，吼。啊，形体迄个体就是迄个足爱讲话体上嘛。啊，所以你的话讲袂清楚啊，吼，家己安尼，你竟然搁伫遐一直讲就爱讲诶，所以有当时即句话是咧骂人啦，吼，啊，毋过有当时嘛是咧滚生笑，啊，较负面诶，咱就较莫讲诶。最后一个，恁拄则有讲，紧行无好路，吼，啊，毋过这是一句俗语。咱的俗语是斗好好的，因为有一寡俗语你袂当黑白去甲改，所以咱是紧行无好步，用行的较慢嘛，一步一步。啊，你若紧走就无好路，吼，所以这个部分咱一般就是咧考劝你代志唔好伤急，吼。好，多谢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晚看一下奖金偌济？应该剩12秒哦，所以奖金有12000块。好，咱今晚今日去颁奖，颁奖的奖金嘛！更加啦哦，不是钱少的问题啦，是一个合适。对，一种精神啦，有成功啊！但阮这边唔爱讲免演技啦，安怎？真正的，我有空去保护恁啦，你来看，阮有 apron 的。哦，他拄啊迄个，阮早就有啊啦。他拄啊迄个台语我来排在你内底。台语，我来排，嘿，小弟我来排。嘿，咱来算看卖啊，无红这个。3、2、1。来，目睭花花，不我看做啥物？来，爱吃。菜龟。哦，正确。来，过来。有食过安怎？亮。对，正确，过来。来。哦，什么？加会得卡。
特字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，好简单，地豆油。哎，不是你地，不是你地。地豆油，哦，真够诶！对，大人爱吃囡仔呐，哇，时间到啊！是，你若伫厝的加练一寡吼，你来遮吼，保证你奖金绝对摕转去。对。嘿，啊，今日了，咱都爱真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进来感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翁旭荣翁老师辛苦了。专家吴立辉，到底变得意？哎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哦。再会喽！谢谢洪哥哥，谢谢小凤姐，谢谢有英哥哥来，感谢，恭喜哦，得到奖金啵！恭喜啊！谢谢。